自往2024年7月11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望得到完全。圣经咱做来听读希伯来书第11章30到40节。我减着搁讲，我无够时间通提起基甸、巴拉、参孙、耶弗他、大必、撒母耳甲众先知的事。这人靠信心赚赢列国，因遵行正义，领受上帝的应允，因封目屎的嘴，拍发烈火，逃脱刀剑的伤害，因软弱变做坚强，伫战场变做勇猛，拍赢外国的军队。有一寡妇人人有接因的亲人对死人中倒转来，嘛有一寡人为着要搁活得到搁较好的活命，拒绝偷放，甘愿受酷刑到死。有一寡人受戏弄、鞭拍，嘛有一寡人受捆绑、关监。因互人用石头钉死，用锯仔锯死，用刀刣死。因穿绵羊也是山羊的皮，逐所在奔波，忍受欠客、迫害、虐待。这世间无值得因徛起，因伫旷野、山岭、石洞，也是地穴，四过流浪。这人通过因的信，拢有得到上帝认定接纳，毋过无得到所应允的。因为上帝为着咱有较好的安排，伊的旨意是爱咱遮个人甲咱有份伫即个安排，安尼所信的才会当完全实现。望得到完全。假使你毋知影家己的家伫倒位，你简单会当四界去流浪。假使你明白家己不过是即世界的旅客，就袂欣赏即世间的一切，因为你知影即世界只不过是你暂住的所在，毋是永远的住所。你真正爱望的是上帝为你准备好的天顶荣耀的国度。有一日，我收到一封批语写讲：亲爱的福德老师，最近好无？你的新生活过了安怎？但愿现今的你还要感谢上帝的慈爱甲怜悯，但愿伊帮助你。当你感觉疲惫、失志、无气力的时，毋通袂记得找求祈祷主，你的上帝。但愿伊无永远放煞你，因为你是伊所疼的囝儿。伊要永远眷顾你和你的家人，伊要成做你的避难所。到底是啥人写即张批互我？最后我找到写即封批的人。当年我对新南医毕业的时，还毋知影会受派去倒位服侍。既然我已经选择成做上帝的仆人，因为安尼，无论伊差遣我去倒位，我拢愿意顺服。虽然安尼，面对未来，我还会踌躇不安，因为毋知影接落来会安怎。假使我受派去的教会，还是一个无欢迎我、社里无教阮全家生活，或者是我袂当胜任牧会的条件，要安怎是好？所以当时我写即封批互家己，提醒家己伫上帝安排的教会服侍的时，爱勇敢面对伊所交付的使命和牧会的挑战。就算会感觉软弱失志，心内会踌躇疑惑，哪像感受袂到上帝的同在？
就算是安尼，上帝也袂捌离开我。虽然阮伫生活中常常感觉失志，但是当阮向上帝祈祷、寻求帮助，阮的气力要受更新，就当搁再面对生命的挑战。希伯来书作者指出，遐个信仰前辈的信心拢有不平凡的记录，可是因伫有生之年，并未领受到上帝所应允的，反倒受尽苦楚甲迫害。上帝要互人搁较好的安排，伊旨意是因必须甲咱做伙，才会当达到完全。咱若伫今仔日就会当看见上帝对未来应允祝福，也会专心信靠伊嘛。检测上帝袂互咱看见伊未来的作为，是要互咱搁较信靠伊。上帝无爱咱依靠世上通看见的一切，就算迄看起来是美好的，好亲像会当摕高咱的生活水准。咱爱用信心宣告，迄看袂见的上帝是唯一可靠的，较毋是一心想要拥有这世间看会见的荣华富贵。为着互未来的生命得到完全，咱现今就着爱专心信靠上帝，甲兄弟姊妹同苦同乐，专心信靠上帝，检测袂当互咱伫今世就领受上帝应允的祝福，但是这是上帝所欢喜的真信心。咱若向往未来的赏赐，就爱亲像还伫真远的所在，就看见迄看袂见的上帝共款，用坚忍听候仰望。默想，我是毋是真正信靠上帝？决心用上帝国的价值观过生活。我是毋是真正信靠上帝？决心用上帝国的价值观过生活。咱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，我要信靠你，也计信靠看会见的名字。我相信你所应允的永恒性命，虽然是未见之事，却是我入眠所仰望的。衷心相信的真实应允，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